班多了这么多事情，你说说看，我跟人家约会怎么可能会来得及呢？唉，真是人算不如天算，天算不如人算呢。这个时候人家问你说，你到底来不来得及呀？你要学会这句话哦。然后了哦，夫唔灿，夫唔灿，夫唔灿，来不及。现在呢，赶快去看看怎么用这句话。来嘿，夫唔灿。喂，雨哦，艾迪，我知道，今天晚上有约，乃不会多。不过我今天事情比较多耶，可能还要搬2种半小时才可以处理完。我怕可能会父母才来不及耶。那万一我父母才来不及的话，就麻烦你们等一下咯。好啦，我搬2种半小时之内一定都到达。好了，先这样，拜拜。少伟啊，你确定这个搬2种半小时处理得完吗？所以我说啊，你不要吵我，我就做得完啦。上来啊，这今天要给我我的妈呀！今天给我。阿妹，怎么这么多事情啊？等一下，我想等你全部处理完，早就已经服务餐来不及了。我建议你要不要先把东西先分类一下，急着先用，不要全部都挤在一起，这样比较有效率啊。不然等你做完，早就已经来不及，就不用去了啦。对我应该照你说的，把所有的事情先分类。复习时间，我知道，乃迪，半小时，搬2种，来不及，夫唔灿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到达，多。行真耶客家 B&B， 分享客家，聽下嚟講客家吧。